大家係見慣我拍戲唱歌啊，但其實咧我好中意投資嘅，講嘅就唔係炒股票，我最中意投資嘅咧就係自己同埋屋企人嘅健康。今個週末我就北上帶大家睇下點樣投資健康先。我嚟到卓正醫療深圳灣診所，佢有一站式嘅健康服務，可以早一步掌握身體狀況，為投資健康做好第一步。呢度近後海地鐵站，深圳灣口岸過嚟大約10分鐘就到，交通方便。對香港人嚟講，最怕就係等㗎啦。咁所以嚟之前咧，我已經用微信卓正醫療小程序預約好啦。到場就有人接待，登記分流清楚暢順，咁就唔使嘥時間，唔使周圍揾啦。一入到嚟，環境舒服，指示清楚，唔同嘅專科同埋體檢項目都好易揾到，由兒童保健、眼科、齒科、健康管理到醫學美容，就算唔同需要都可以一站式集中安排。試諗下喺同一日嘅晏晝，長輩過嚟做種植牙，太太就做皮膚管理同體重諮詢，我做精密體檢，小朋友就做 OK 鏡驗配，一家大細各取所需，喺同一個地方輕鬆搞掂晒。最重要係收費項目事前講清楚，冇隱形收費。喺卓正醫療行完一轉，我對精明有個新嘅理解。精明唔係淨係睇價錢，而係用合理嘅預算，體驗對標香港私院高品質嘅服務。嗱，唱歌、投資同做爸爸其實一樣嘅，要識得精挑細選，喺品質同服務之間揾出真正性價比。為屋企人揀選醫療服務，最怕就係揀錯。喺呢度服務標準對標香港私院。唔單止有廣東話接待，最緊要係醫生會提供專業意見嘅。學生歡迎請。好啊，唔該。卓正醫療有超過400位醫生，好多嚟自3甲醫院，涵蓋多個專科，可以根據你嘅需要幫你安排睇症。微信卓正醫療小程序亦都可以睇到醫生背景，揀之前睇清楚就放心啲啦。好，唔該。為大家介紹卓正醫療精明性價比3部曲。第一步要識揀精選項目，由洗牙、種植牙到精密體檢、醫美到健康體重管理，卓正都為你嚴選適合全家人嘅健康消費清單。醫生唔會亂開藥，冇強制消費，收費透明。第二步睇配套，醫療服務唔單止係見醫生，背後仲有檢查、治療同埋用藥安排。由檢查室、診症室、治療室到康復理療區，全程都有專人跟進嘅。第三步睇品牌，卓正醫療2012年成立，更加係香港主板上市公司，網絡覆蓋14個城市。咁對於我呢個爸爸嚟講，信譽可靠先係真正嘅性價比。唱歌要揀啱 key， 投資要睇長線，而投資全家嘅健康就係最划算嘅選擇啦。卓正醫療提供線上線下一站式醫療服務，全家健康一站到位，即刻掃 QR code，即享港人專屬禮遇。